花莲县政府最近是要求乌多摆袂当停伫停车卡，无想到煞引起真大的争议。因为乌多摆的停车格这个数量根本就是无够的，所以部分议员是要求县府要重新来规划，开放部分路段，互人停乌多摆。 这是花莲市区上道的黄金三角地段，为着行人路权，县府伫车路规划432个机车停车格，无要互机车搁停伫停车卡，要毋过一到假日机车格都无够用啊。花莲的机车格就这么少啊，民众所使用的机车格本来就已经明显不够，那你叫我们机车真的万一要停哪里停哪里，不是一定都是违规的现象。 为了解决机车停车问题，花莲县议会特别召开停车卡停机车专案会议，建议县府应该制定驻地管理条例，在无影响行人通行之下，有条件开放停车卡停放机车。全国道路处罚条例在立法院有增设一条90之3条，骑楼如果在相关单位同意的之下，在不影响行人的这个通行的范围内，是可以让机车来停放。县府技术处表示，市区北特色精细机车停车格已经压缩到汽车停车格数量，那么伫停车卡来开放停车，一定影响行人权益。可能议员他们就是有提到，之前大法官有做一个解释就是说骑楼的空间，它算是这个民众私有的产权的一个特别牺牲，民众还是有利用它的这个使用它的这个权利，但是你不可以影响到人通行。 议员最后建议县府会当用申请制，互有意愿的厝主释出30至40%的停车卡面积。若有安全疑虑的是，会当申请退场注销停放。县府表示，会参考其他县市做法，甲中央政策法规了后，搁研究管理办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